上夜里来呀，是新年咯，赤袍锣鼓响连天咯。太阴三子度啊度平安，家家户户庆团圆咯。哎呀落地哎呀落地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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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庆团圆咯。恭喜哦！恭喜哦！祝福大家钱多多。来呀来打开，一来一起山，金山界对面万丈小风波，树有金山，清风阵阵亮哦，花在梅身上，层层亮哎呦，哎呦，梅子是青龙，彩虹风哎呦，对哟。哎，新年快乐！张牙李人阳春花开，阳春花开，盈盈哎哎哎，阳春花呀，百花开呀，幸啊幸福来。幸福來呀幸福來，太地風光彩。陽春花太個窮大財，嘿嘿呀吼嘿，陽春花開年年哦。恭喜大家新年開春贺新年，祝新年，新年那年连年，紫袍上上英雄连天。贺新年，祝新年，新年那年连年，祝大家度過個快樂年。來了，來了！恭喜呀恭喜，大呀大發財，賀事連連，幸福啊年年來呀！恭喜呀大家，萬事都愉快，從今以後要發大家來。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咚锵咚锵，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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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锵咚锵。全城歡喜恭新年！恭喜發財，好運來！哇，觀眾朋友大家好啊！真係新的一年又到啊！哈，真緊啊！大幫公羊真大家都有辦法嚟團圓共下。太團圓要下今年啊要係舊年，所以大家一定會風風風而且今本日做啲啊，也係7點半， 7點半到10點，哎，都10點2點半鐘嘅時間，精彩嘅內容，哎，保證也節目嘅一天非常嘅豐富，非常嘅精彩。要歡樂，哦，係啊，而且客家嘅講真係啊，人才濟濟啊，哈，人才濟濟因為祈禱也充滿人才啦。哎呀，漳州的祈禱呀，對吧？要嘅咧。劍曲歌王啊，劍曲歌後啊，要專業嘅欣賞嘛，開始啊，而且客家嘅國寶你啦。說唱藝術就是承蒙這兩位啦，真的，今天的節目真的大家拭目以待，一聽懂我看懂精彩，真的。等你看咯，共同公演，又好看咧，又好睇咧，又好食咧。因為我上今日大家一定啲要卡食飯嗬，食飯幫天師嘛，對嘛？哎呀，等下咩好好食飯。我哋今日要團圓飯可以食嚟哦。所以你係咪即係要帶特別的料理啊？有啊，特別料理的哈。今年很難穿呐，就是今年太難穿。這個準備在自助上啊！牛哥冇講嘅啊，大家都市夜味，做得是飯嚟嘛？巨菜嚟。貴菜唔低啦，加嚟團圓好嘛？你睇下叫阿係好嘛？好，嚟1、2、3，食飯咯！哎呦，可以。最快樂嘅時間到咧！
太喜欢潘总，他个对吧？永远贴片，哎呀，因为他个准备的，哎呀，金币有限啦，对吧？哦，来，先跟他讲一下。恭喜你哈！我先来介绍啦，我金币准备的菜色好嘛？好，伊啊按到客家团圆锅，伊啊用安尼鸡汤。哦，鸡汤去熬的个汤哦，係啊，客家鹹菜啦，鹹菜、白菜，哦，還有個豬肚、豬腸，還有干貝、狮子頭，哦，好料嘞，個鮑魚、魚翅，全部都有啊，叫做菜米啦，菜米幫啦，所有的精華有冇？全部都客家火鍋啦，你人都冇解喏，客家佛跳牆。哦，對啦，係啦，哦，所以佛跳牆全部做嘅生唔睇咧，全部掉落落去就做。我水好咗咯，好水啊！誒，個雞湯去熬一嚿嘅，你嘛？開玩笑，等陣呢？我跟講啊，今晡日啦吼，清早大早坐高鐵下去哦。迄個咧面濃，唔不到面濃我不當係搭高鐵下去，不到面濃，迄種係咧水中央有冇？迄水田有冇？幫人哋面濃迄三寶，我今日帶了2寶，因為3寶我找不到。天來咱師傅，我不是把來的。迄面濃請來2寶了，有冇？二寶，大寶二寶。椰蓮，哎呦，哎，唔係一做安尼蛤蟆粽，肉一水地都，哎，放迄個青蟲有冇？好長哦。水蓮，你水蓮，牙臉，代表重陽白色。另外呢寶咧，很多面濃福菜，代表福氣，福氣滿滿。標愛條就標愛條錢。係最後整牙臉，哎，台灣咧唔是個講咗啲哎，哎呀，白不光水蓮啦，食咩哦？對。還有拌米濃，它是按你中國收割完畢有冇？有個野菜咩？你會想出來？跳鐘，哦，你面濃咩？香港，哇，高原時間哦，這個真勁動情受，對啊，係美濃特產。你係要講嘛嗬？要面濃嘛，實在哦，講啦，你講好山好水好無聊，哎呦，好風光就表示面濃啊。國家正常嘅係買個魚毛，買個青菜帶來唔好介紹，因為全素炒嘅咧。係真勁哦！點解啊？點解？聽哦，啊，結咗啲加嘅啦，硬加。係啊，這你都記啊？我係沙邊嚟啊！沙下來，我想食超。咩啦？哎呀！啊你，咱坐喺旁邊，乜拍卡後生嘅啦，那都炸的。一米地對最後上嘅，年最小。啊，嚟煮下子啊！係我介紹睇嚟啊，德高望重啊，都介紹一下。我介紹了，你有親手看到嘅，你有看過了嗎？點會？你有去買個東西？豆腐啊！豆腐，當個嘅買嘅。哇，個豆腐我攞豆腐。一樣生到出嚟，你有好多買嘅啊？福菜釀豆腐。我又有福菜出嚟係簡易嘅嘛，哈。這個你怎麼講呢？好了。哎呀，蔡總這邊呢，我今年到那個新加坡去拍一個紀錄片，就拍客家人的，馬來西亞的客家人，他們都大福菜。馬來西亞客家人哈，佢個瓜子一定要用呀用，釀豆腐，還有酸盤子。酸盤子，還有釀豆腐。比如按台灣客家講到客家菜，講哦，客家炒肉嘛，哦，還有薑絲炒太炒。啊，新加坡、馬來西亞講到客家菜就酸盤子。酸盤子，釀豆腐，真的。酸盤子哦，酸盤子係大埔的名產，特別一摸講啦，乜香菇啦，豬肉啦，佢啊用出片段用糊，像嗰一粒粒啊用啱啱像嗰酸盤子啊，然後通通炒姜啊。好說。真件都見色啦，小華前面有咩過年的故事呢？係啊，講一下。當多，以前冇，年少時間不要忙，睇個咩10年前發多嘢係咪哈？針條下隻礦咧，今年一做是做去
伊个鸡乳吼，因个干妈店，可能有干店，茶货店，哦，咁咩以前有个纸牌，有好年去出钱，蛋糕有嘛鸡改的咩？有嘛？我話條尾佢差冇啲。哦，是叫红嘅咧，我除了钱去嘞。哎，不但我大概厝要厝多啊，要炒隔壁个零沙，啊，个每次厝改只素菜，结果一厝啊以后，全部我不能煮香香。那蛋糕鸡改买个东西煮香香，个字去前面很动多落来，天意哎，结果天意都下厨又行落去，甲条家讲。妹妹，哎，拜托你莫在度，哎，说只说本你按就好嘞。还没出来的故事中间咪係妹妹。沒有一個有聲，很自然嘅啦。妹妹啊，哎，有回應。妹跟公公高興。沙嚟啦，另外啲妹妹啦。妹妹啊，妹妹問呢？正常睇價70塊。嗯。係。係露台補解雞湯。哦。然後呢，3代同堂雞。哦。都3代同堂。最緊要後生解白蘿蔔蘿蔔，韓國有3星年解醃蘿蔔，哇，3星年，還有5年解，所以就按照3代同堂。一堂真咧，然後真見咧真見咧蘿蔔吼，佢蘿咧，老蘿蔔啦，我講佢喺買起來有上是會多1-2萬元哦。哦，你做節目時真見到在這裡啊，熱肉的熱。兩3星年呢，2星年像蜜餞。啊，已經介紹四樣菜啦，吼，糖蔥果嘅。妹妹唱歌，按個蔥果。兩位妹妹唱歌。黃麻茶蔥果。用上啦，兩個兩個。老少配。做的，哎，老少配，妹妹就是都是老師啦。啊，水蔥叫點點，冇得我轉到桶裡空空。哦，我係睇我空空啦，出馬個。生命的故事啊！哎呦，好好哎，小康老師，麻煩你了啊！好好吃哦，怎么那么好吃？妹妹冲顺利啦！什么东西？大家做嘛来？安尼吧。
有人去可以分啊。来大花都可以。哦，听我说，这么高分的东西，人家唱歌的。啊，那公演的。好嘞，按不发钱。来哦，这位介绍来。海龙太家介绍的是芙蓉鲜虾玉柱，毛杯包的出来的面趴板，地杯肚吼，迄嘛概念嘛。夹来夹一吹吗？夹出来，下讲哦。海宝嘛，爱吃健康哎，山药的地白肚。哦。No 呢，我们又结合了，因为你刚才睡莲有冇？你本来家用拢拿几条，毛杯塌的个是睡莲。老板他个水，嘿，毛杯塌。难怪我想讲按度用炒起来细盘。哦，全部比哪一套？无啦，来看这边啊，因为哦，夹个酱汁吼做了浓厚，底有加软，讲古人讲说起来其实哦，所以带下也很软。有做的是咯，有软，真的。带下就真软了。我平常是食起来的口感吼，因为半条太家都是细细的啦、炒的啦、煮面的，不过把它做成像你是那个面皮一样的，好，是又有爆，又有下拱，又有地摆肚山药。很香哦，因为我吃到有当中也唔敢说山药，然后山药的标在地摆肚哈，可以增加这个滑润度，爱做当天烤。加讲到吼，邱小老师讲公园，公园没有当到神奇的事呢，譬如讲来猪年菜当温馨啊，当春年一天来油味嘛。我记得我这些时间有做过一件非常糗的事，譬如讲我拿到。压岁钱，星期天要买细时节重点买，比如讲买炮诶，我讲家哈西，隔壁啊大哥就说，我放那个冲天炮给你看哦，他怎么放的嘛？冲天炮人家不是插着，他不是他用手这样。哎呦，你有看过吗？有，谁谁，黑暗唔低啊，是这位吃一下，我就这样吃，然后我就这样哦，他说拿好，点好了，然后他都放松嘛，但是我拿很紧。真有新衫蓝天面呀糊，唔讲无错上，唔讲系要合度，来多啲唔敢玩冲天炮。你喺尾入去通总不一样嘛，用他当中唔得，唔讲好笑啦。强度对吗？强度。大概10个了，哎呦，10个了。是的哦。安尼慢慢演，我来烧鸡。哎哦。大家看油浆哦，油亮亮的。大盐口鸡。哎呦。大家先来吃看啊，中好吃的鸡，中厉害的鸡。因为唱嘅行恁嘛。應該唔會啦，姜太監咁吃的哈。是啊，兩雞當厲害，用蠻厲害。好山好水，你台東嘅雞，放山小羊雞。乜嘅東西啊？放山小煙雞啦，小煙雞。是看哪？然後你雞吼，一般嘅白斬雞冇用白斬雞係水煮，還用也冇簡單。用嘛煮。對，用呀吼，冇煮之前吼，你會先攞佢馬殺雞。我本佢歡喜。要跟他培養感情。然後催眠佢，哎好吃咯，還有。然後來調味，調味再來蒸，哎呦，這麼好吃。羅哥，你會喜歡哦。好嫩哦，好吃咯，很嫩。然後有小春雞的感覺。真的嗎？有小春雞。有，跟18歲一樣這麼嫩。差不多。有啊，就比如有講佢公演嘅神奇嘅故事哈，有沒有嚟講一下？當年哈，你吃爆鴨啊，就是年夜飯吃完了以後哈，來爸爸當中醫搞18啦。有一年太家都縫包當然我咯。有一年太家冬天嘛，是夢影老佢向下搞。結果太家自己結婚了樣，結果半夜嘅時間啊，妹妹吼，空起來可以偏瘦，結果是長度有年樣。18唔係要嘅送，你是上奇怪，迄嘛該送。上公班要馬上。係，至於客廳啊樣，只看到我爸爸抽你幾片。佢自己啲搞。又講唔係佢自己手，就講幫你。事情，佢老馬上講翻。係啊，有點偏頗冇？有點偏頗。結果我某一看，我爸爸是做人不開廟誒。對，老弟兄啊，像那種孤單老人喲，多可憐啊！對啊，
人爸按摩了，都学了呢哦。人爸就同川大哥一样。哎，你还懂励志的故事呢？啊公演过去一天怎么卡团耶？对，我本爸爸真的，爸爸妈妈当年自己老给看我搞。好啦，不错，娱乐节目早就开始啊。感觉关能用啥？哇，没问题。我家是鸡肉，是鸡汤啦，是香豆腐，又是豆那虾。哎，我吃的哦，你吃，我要想到酒家菜呢，又七八啦。酒家菜煙吞切假凍煮暗灑肚都會爛麻，人愛麻花中央要灑，搭埋都唔係贏家。要見一下，朋友來約數，條藝攝酒家，記住主動動大咯，弄到兩家家。所以你要唱要什麼？我要唱有樂挺人生。来了，唱歌了。我要哪里？我係你咯，有什麼？看嘛等等你啊，這個是我等你你的哦。不能你啊。哎呦，太假示範，弄喺你胸下誒，爆天使。年山有苦有樂，好一路都風騷，年天年地還係自家衝。來電來電到天公，怪愛用為暗我，日思夜想掛肚有天蟲。難免連枝理由，隨時也有風浪，白天白天動自主中。今日世紀重要，那日朋友大步，春風吹過馬來青色香。三個回來就見衝，講來人生無基礎。千年之間我掛是愛報風向。三個回來就見衝，講來人生無基礎。有錢無錢無問題，就講因為打算。我那不是大丈夫，啊那大媽大丈夫。山高水長，快樂人生。三個回來就見衝，講來人生無基礎。趁兩日條高掛是愛報風向。三個回來就見衝，講來人生無基礎。有錢無錢無問題，就講因為打算。我大都市大丈夫，啊那大媽大丈夫，山高水長，快樂人生大丈夫。我大都市大丈夫，啊那那我大丈夫，山高水長，快樂大都市大丈夫，啊那那我大丈夫，山高水長，快樂人生。東西好說，啊歌又好彈。男女合唱，親有意思，親有咪大西。家看到畫面冇？係這位，你個旁邊還是那粒字哦。大家里面来，大家真的
河旁边都有显示。对啊，面红面红也不用修红也对。现在什么年？什么？对，唱歌都喝酒，唱歌都喝酒。好，到了，我买你的。介绍啊，小林姐姐来。用出来就要，辣椒味。哦，很普通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剁椒鱼片，可是一感情的菜。爸爸帮我证明，从小到好吃辣椒味，所以我哋很多啊呀，又乜嘅感冒，唔好講食藥的呀，因為它趕緊要掛個藥包的。有爸爸唔是辣椒味是蒜頭，所以就吃都手都身體都好。因為這種時候不卡苦，就買一條魚肉本阿婆食。人呢，跟出那條門有事啦，爸爸就懂得辣椒味，就拿剁綿綿用兩。酸头、姜麻、卤卤啊，不用蜜酒，就变成剁椒。可是那时候我们不懂什么叫剁椒啊，哪怕那个乡音懂从啊，大家就讲吃剁椒，吃剁椒，吃一剁椒。对啊，妈剁椒跟唔对，结果就按照卤多跟鱼头当归加杂。哦，所以那个辣椒鱼头对吧？类似这样啊。结果一吃都弄杯，他太流行弄杯，常常吃的剁椒鱼头当比如说，妈妈吃些讲诶，剁椒就把它剁碎，就这么冻，烫水，一皮一皮，所以剁椒鱼头。那现在科技比较进步，食材比较好，做都懂夹。刚小明讲的那个，多少辣啊，吃了这个口感清吼。本来说不用懂辣哦，朝天叫坏人家都不要冲哦，对对。你这个呢，懂辣的吃的炸是上叫的。现在做菜啊，哈，係呢種牛嘅上腳。有。吃到会叫，吃到會叫啊！真的假的？这个后韵很强哎，对对。好真哦！拉了，唔咩吃到好，吃到牛肉。剁椒，拉出嚟呢有辣的。藝啲啦，其中啊帶下冰長年菜，一個麥中鍋嘅食到對啊，講辣的然後吃兩個。哦，來，吃飯。過癮了。對啊。牛蛋那個菜啊，做哪個？有很多啊，係啊，下拱橋。下拱橋咪就幫人講嗬，講喺東西啊，東西係一種山豬腳，cái山豬腳係用山豬生嘅肉嗬，係滷起來，咪講誒山豬腳，或者下拱橋，香啊，不明係香嗬，腳呀，可能係腳係扮嘅意思啊，好老爸，貴，古早嚟講阿爸，然後可能係。以訛傳訛，講唔錯，咁樣吧？係好香誒！你下拱橋嗬，今日嚟講有55年嘅意思嘅回憶。你材料係乜嘅料？下拱啊，下拱，佢完全啊多個面面，冇薄殼，呀嗬，當澎湃蓋子。有殼嘅面絲，有殼。韓國咧，甲殼素，比如講，你三十元時就打3隻來。哦，韓國啊，計差唔多1萬嘅下拱。韓國2湯匙嘅麵粉，和韓國葱嘅2條。麵粉嗬，比如講1碗嘅下拱，打3隻來落。然後咁嘅麵粉哦，2湯匙。有比例的啦。係有比例，我標掉鹽，標掉嘅糖，葱嘅哦，差唔多3條。講咁多嘅呢？咁多嘅。所以有啲葱嘅呢，有啲葱嘅呢咪嘅大隻嘅，嗰個炸嘅，蚵嗲咁樣，但是佢變比蚵嗲還要綿密，蚵嗲酥酥嘛。啊，你唔會講嗰個下拱板，下拱板都冇意思。下拱橋，我看到下拱橋，這就阿哥唔得，我真係唔食冰嚟，唔食冰嚟咁樣。嚟做嘢，我講下講係做2碗麵粉。還有3站麵粉，3站你會吃到3站嗎？3站好啦，先講過嚟，有冇？一般都下拱。唔知幾多啦？衝過呀，打幾兩衝嚟。阿哥，介紹就做衝過嚟。咁樣子喎，買介紹嘅介紹嘅下果，喺度將葱老油開罐喺那個嘅葱蒜果。因為蒜果做多多人家種年紀了，葱章有秘辛。冇乜教英聰，係想揾找介紹一下拱橋嗬。上一年，本來製作單位係買葱類，我就是老唔
呀年里来呀年那年落乡，我心我意ทั้งสอนลอง河边大家呀扶啊扶米了，我走我等我面冲啊咿哟那呀落地海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呀伊都我面冲哦。三月里来呀，三月三，走路夫人路上行，年里18啊，我采风，下厨下工排名，上啊伊都那呀好伊嘿，嘿呀落地嘿，嘿呀落地嘿啊伊都排名上哦。最好做到个下工节。妹妹，唔了，唔了，我创过的啊，他把全部都谈判的破除。家己了创的时间还得清明的过来，无人谈啊，打了我咪。打電來，打電來。我講緊車胎架嗬，前邊咧對我嚟講係一種對媽媽感想。其實我媽媽過年嘅時節啦，會準備當到安尼你講咧教啊。拜年啦！啊，一拜年咧，前邊咧有好多神仙歌戲，普普高神。啊，神仙咧有哪神仙咧？有咧烏班，係有咧羅皮班，係有咧講咧甜班啊。其實係甜班，佢又係可以講係甜班。還有乜嘅？肉飯係嘛？是甜班，甜班，還有乜？啊，其實烏班啊，有烏班咧，睇片。一般的人咧烏班吼，其實我講係冇煮嘛，啊唔過係要去研究啊。因為平常時人做嘅烏班咧係打成泥，然後去做出來，開出來。啊唔過也冇同樣係大甲嘅片咧用土地，我可以大甲哦。睇個烏嘅先有苗。係即係農業做餅係會餅，啊所以家底位人哋搬呢張啦，加起來應該都當好食。係睇家都係做開嘅，啊年都做嘛。私人嘢都公平嘅啊喲。唔先講。乃款太假吼，加要東西攏係無強樣，乃因為乃唔夾菜頭飯。乃好食菜頭飯，因為你啊菜頭飯當然唔係用米，用粉做啲，唔係用米哦，基本都係食到菜頭。按量咧，都當樣飯。甜飯哈，兩個人都甜飯，不過唔會甜。哎呦，唔會甜。很符合現在的那個養生的那種感覺，生起來又，你看起來有點新鮮。鳳頭飯做啊，弄個一層淡淡的，我用包在裡。飯類嘅東西係真好食的都甜。當然不係有嘛，就對個呢。亂有嘛，大用亂混啊，就直接炸。你往邊轉，講小蟲哎，以前那年做出來的非常的厲害。我媽媽喺整甜飯咧，食每本生人都飯。研發了我們生人青菜公飯該炒飯，是真唔會說。哎呦，來看哦，我原做飯不準，公飯不能進來食啊，咩做唔到落去啊？係喲，落去飯嚟都唔會說。哎呦，有人來傳統。係懂得吃啊。我羅毅老師的哈，文一，今天帶了米農啊米農，我今日帶了2部嘅哦。哦，好，第3部。我帶2部啦。莫視察3部都。啊，也個東西，他個攏地啦，他個台風啊，客家3大風，客家地邊有蔣竹肉啦，冬瓜誒，個玻璃菜。哎呀，真的米農那是按沒有力做的哦，它少的嘛。哎呀，像米農一般會是半條嘛，代表有點位就菜。還是碎一點。是全是米哈。那其實有一個貼片咯，像那個。來咯，來食咯。對。見講嘅碗水見杯。所以講出來總那個人台風，像跟你講國語講到什麼呢？封關進爵。嘉義是用來嘉冠金龍，我覺得蠻有吉利的一個吉祥的意思。對，是看啦。啊，那台灣那個冠軍啊，今年冇做到幾好啦。差唔多用嘅3米嚟滷嘅啦。3米啦。要重要啊！
你感觉有效果以前炸锅，炸锅会让那个把那个肉汁锁在里面。哦，有汁有汁。可以，几条生用来烤到两个烤皮啊。哎，你好到。这个也个哦，还有啊，还有啊。今日带两样带两样也个小菜啦，像个米浓的马酸铁餐伊咧，有饭挑夫，饭挑。啊，其实也个口感跟一般的挑夫无相同，伊安尼用法，安尼饭挑加那个菜类米，伊做起来的嘿。哦。今日带的饭挑夫啊，有较拍一些些。嘿。好，另外一种甜面浓是高有一些安尼五味色，颜色够沉啦。啊，唔是咧是一天尖嘅呢，一天姜，姜啊，口感像乜干啲嘛？乜干？像的是比较扎实的奶酪。哎，真的奶酪，两种奶酪。哇，广东人的模式啦，也是马一中吉祥话了，也希望在新的一年会有好事发生。哇，谢谢慧玉老师。现在就有好事了，对呀，唱歌。对对对对。啊，过年过节哎，我有之前下过一条歌，很多春风自炮。像我哋以前寒舍米拜鬼路破风啦，他赶紧鬼路跟所有的自炮全部一开插起来咩，好可以捞鬼个无通起啊看咩，我表起来打蛮久呢，我表1-4分钟。新盆一1年的时间就清好了。啊，其实呀，因为环保意识抬头没，对对对，高手就用安尼其他比自炮来代替。哎，搞过后了。好啊，安尼我带你们开歌啊，春风自炮。哎呦！哎呦！冬节过了公卡，一抹鸟笼冰龙发。云霄马珠沙，满山有天涯，秋风淡水路就重呀。春节多做欣赏，一点点落加东行。我要情书唱，没有讲起你吧，阿婆不按做阿做饭。春季的滴答你不敢，我想听慢慢听听内行，小人有办法，春风吹来，昂着头上，春光对面山畔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冬节过了过假，水过了农的农房。云霄马珠山，满山有天涯，秋风淡水路就重呀。春风自炮向连天，家家户户庆团圆，新年新头新希望，快乐顺心平安健康。新年快乐！文艺老师，你下一条歌的迄咩有咩看到个911春风的标志头啊？哇，这个哦，安尼嘛都有创意的，很好，哎，对啦啊！好啦，安尼来，我慢介绍来。我来。来介绍最后绝对无简单。哎呦！第一咧，人家咸猪肉煎饼。哎呦！煎饼意思，我以前吃的就那个牛肉饼，对吧？人家个饼的煎牛肉，啊，但是一般他个人吃牛肉的较少，很多港人较多，他个健身系健康。我就想，既然他个无食牛肉，他港人较无食牛肉，他用那个上白创意去，俾我上到来，他个咸猪肉，当然呀。哎，我就吃可能包客家的咸猪肉，意思来，唔可以数牛肉煎饼哦，有创意哦，哎，又有客家的味道，又有也叫原味，哦，所以客家吃可能一个咸的部分，那个右边也细角角一堆堆呢，叫做甜的，有很多擂茶、糍粑饼，哎呦，擂茶，擂茶糍粑饼，杜方呢，老包姜爱煎饼啦，哈，面粉一煎呢，啊，杜方搞包嘛个呢，包的客家擂茶，
哇，板条，哇，做阿芝体，就哎，红条的啦，红豆泥啦，去爆落去的甜咩？油米，因为感觉葱哦是一个妞妞的，很有口感，然后配上猪肉哈，没有那个油腻感，还有配上这个葱，它就是一个3种层次，我们三霸葱必保牛肉哈，它不爱那鬼的。那石头跟我想到一种，就是北京吃的全聚德烤鸭。宝爷跟他们吃哈，中央啊，要说到客家的葱，哎，要真的不差哦。鸡酒一层，因为吃爱鹹咧，吃太以後，哎，所以就要甜那種最好。最味嘅紅甜點愛來咯。睇下你點樣嘅安排嘅菜咧，即係我哋食一下呢個甜嘅東西。龍兒叫咗你甜。係啊，龍兒叫甜甜，所以它是甜點。真嘅，但它全部不你食。哦，是嗎你？尤其我呢客家人啊，最好食嘅整件事起吧。係啊。係啊，因為啊，細細嘅時節，其實捱不下，就說寒熱嘅時節啦，會比較沒有胃口啊，錯冇？不過你捱媽媽是想講，佢做牛溫水本身嘢嚟食，所以佢哋全部都會動好食啦。牛溫水係咪嗰度都講起？聽下先，食得來，食得來。其實啊，而家用煎的東西係叫做你會啊，有陣時天熱嘅時節會去煎水，它只會露出頭跟身體，是凍秋，有冇？即係而家聽唔見有樣錯，煎到身體。係啊，佢有陣時都嚟搬一下同水嘅啲嘅。叫毛毛啊，做落去用嚟煎炸嘅針條。哦，好料誒，又好食的甜點啊咧，哎，又好，真的。甜點是 happy ending 的，是不是？還有嗎？還有嗎？等一下，他搞出葱嘅啊，對吧？你兩個係盲錯嘛？師徒，點樣繼續成果誒？哎呀來啊，我葱埋個。葱埋嘅。神夢，感謝暗自食。我把你藏在心里面。I love you，就给爱你。I miss you，就给爱上你。I tell you，就给爱love你講。神夢感謝暗自寫了你。I love you，就給愛你，就給愛你。I miss you，就給愛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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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I tell you，就給愛love你講。神夢感謝。不過樣板啦吼，哎呀，今日做嚟鄉下呢團圓會，如果係什麼呀同歡喜嘅一個事情啦吼，所以咪要感謝吼，神夢兒啊，大家咯，謝謝，咪要多謝啲觀眾朋友啊，感謝多謝啦吼，哎呀，按這個看節目，還有幫動作，精彩節目，係啊，你看一下吼，好啦。看節目啦，哈！
阿妈改？金鸡独立，还有，师傅啊，你阿妈改？太阳马戏团，OK， 很厉害哦。转身，按钮转，带屁啊！大家好，来，哇，哎呦，躺椅都拿出来了，哎呀，啊，嘿，唔要加本事的熬到，哎呀，哎，来了，哦，日光浴啦。嘿嘿，大家好，嘿嘿，哎呦，很香哦，嘿嘿，哎呀，嘿，日照时来也照动。人生卡是就踩八棚，我就踩得8层咩后，多头辛苦一场空，日也空来日也空，来帮有何讲？天也空来土也空，完了结到嘅主人翁来，嘿嘿，主人翁，哎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睇唔差假花哈。唔怕，太搞好，挨唔起巴掌，唔起巴掌，唔起馬撒啦。哦，哎呀，係啫，係想講，哦，撞，撞太高你吼，沒啦，長江的江啦，講下清楚啲，我撞同講啊要差了。講廿把咩？講廿咩啦，講廿把。我泰國人，你一講就講咩事情？講二把，江二把啦。哦，看是誰？根本也太年初一了啊！我看月啦，看月曆係乜嘅？天拜啦！哎呦，我天拜哦，我咩哦？看鬧年，哎呦，那算難見啊！樣拜，這裡要水冇？咁冇水啦。躺椅啊，那個嘛，對。哎呦，係咪鉗教？哇！哎呀，個帽子，我嘅頭痕痛哦，喲，你阿媽該爛燈的咯，快的椅子，凹的爛椅子，快的爛椅子，凹的，哎呦，哪裡買？沒哦喲 ，CHINA，哎呦，拿去吃鹽肥瘦。我要睇你微博了，你海水啦，哎呀，對了，天奶槍哩，對了，片哦，水下木，我來咯，哦，喲，
下邊兩起嘅嘛。唔係啦，我睇條啦，睇快哦。誒，條架啦，條架放起來咧，太年初一都要做嘛。條架。哎呦，有個啥？哎呦，阿妹，哎呦，條架，天哪，100萬馬晒。我的。哎呦，狗毛子，親愛做嘛？冇啦，我一沒哦，看鬧熱，我真唔會咧，不要去，有拉麵。買個拉麵，釣魚台先捱嘅，唔係啦，是拉麵。哎呦，真勁哦！他都捱來去，哦，捱帶你去咯。行啦。也蠻要出現呢，啊！介看辣妹也唔係。辣妹，超 Q 佢嚟咯。哎呦，大家好，哎，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！今日啊，係你嘅大年初一，現場啊也來到了千多嘅朋友，今日因為看到人多。我是感覺到心情動聽啦，聽講啊，現場有動多嘅高峰高興啊，我來看一下哦。阿東，記唔起我嘅偶像羅時豐呢？哎呀，公公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我老唔講，我最近動家經驗呢。哎呦，真係啊！哎呀，你嘅新歌，我有啲嘅 follow 呢。唱一下。係得係嘛？哎，是不是老了？哎，咩老嚟係嘛？哎，老嚟哈！哎呀，唔講好，我感覺到。看見我老妹冇嘅唐山大哥安樂啊！是不是？哎，我感覺到啦，因為今日嘅太陽出現嘛，唔知你講，我感覺安樣嘅容獻，做得老我嘅太陽哥哥來合唱一首客家嘅小調《桃花開》呀！桃花開啊！我唱嘛，我唱嘛。我唱嘛。太假咯！我唱嘛，你講想落咪係嘛？來，唱下來係嘛？對，用呢度睇個片啊！一塊來到嘅安樣咁好。哎，你咪香爐呢？你香爐啊！三 P 啊！我幫我唱3 P 咗喎。三羅鼎盛啊！給太陽哥哥，你準備好嘛？哎呦，好嘞。給太陽哥哥搶了。哎呦，來了，嘿。桃花開來，菊花那裡望，阿哥相愛，身上兩三行。一向來曖昧，鸳鸯哪裡真？你向來曖昧，向哪裡藏？愛張愛，三着叫我鸳鸯哪裡放啊？對喲！得了。你已經失落你歡藝咯。哦，來哈。先講下講，兒娘安慰我，六愛嘅身紅，乃有兩三行。點將要煙用哪裡真？木上點將要上啊哪裡藏？高枕高肉點將叫命哪裡放啊對喲？哎呦！厲害哦！好厲害！哎呦，會唱呢！哎，老哥，現在冇人叫做寫經嘅啦，現在冇經人叫做寫啊。今年啊，18歲。18歲，哎，老哥，18歲。哦，18歲天哦。你上去做乜嘅啊？講太上地位啦，我冇睇到呢。係咁講嘅歌，18歲。做禪橋啊，做得。哦，做禪橋啊。同你做禪橋。哦。你兩老人家嘅累就好啦。啊，好啦，冇時間，慢慢嚟啲下床啦，好嘛？喺你旁邊坐啊。V 樓梯個。哇，就這樣。再見啦。kiss bye。好嘞，辣妹，好啦，嚟開表演，弄盤你哦，嘿嘿。
秀，哎秀。哎，师傅啊，出来！哎，还敢出来做嘛？师傅，没师傅啦，没师傅，师傅啦！哦，歹势啦，师傅，切！来，看等哦，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哎呀，哎呦，师傅啊，不好嘛，当然不会看等啊。哎呦！去表演。师傅啊，不好嘛，也没唱起来呢。来，看等咯。哎呦，还没有，哎呦，来，团队，亮马盖，金鸡独立，还有，师傅啊，亮马盖，太阳马戏团好嘅，很厉害哟，哎呦，师傅，快掉下来了呀，哎呦，走马盖，可以啦。我们再去别的地方表演吗？哦，神梦太假，爱之谁上来了？哦，当，哎呦，哎呀，我讲了，真的。好来，分享3万元，安尼部队戏。哎，王团长。来，你前边哈。来，都中间来嘞。哎，我们还有1V 哈。还有小姐是不是？哦，刚刚18岁嘅 V 嚟嘿。马啥请18岁嘅啊？18岁呀，马啥请来？我很难。请18岁嘅嘛？专业筹来。啊，没嘛，没有请18岁。18岁啦，跳到天后被公发对呀，18岁啊。然后叫他唱歌的嘛，嘿。系啊，妹。哎呀，真的，你看跟學嘅叫人咯，按腔。 3分鐘。哎呦！而家台下10年功都3分鐘。冇啦，因為係爭出上天天啊，出上喺 Annie 三重嘅嘛。哦，哇！今年而家要用輕哦，同啲王團長響喺度表演。真嘅。哎，而家按你成立幾位啊？文20年哦。文20年嘅時間。佢當初有冇想講？因為講真，大家全部看好路嘅關係嘛。像按頭擺有天師以來就看好路嘅鋪台戲。唔是看到客家。佢你我想去成立客家嘅呢？鋪台戲。 其實哦，真幾原因，做自家客家人，反正想我用客家話來講故事，跟小朋友聽。啊，唔會講講人聽冇啊樣辦？誒，學做好呀，因為哦，我們聽意大利歌劇也是聽意大利歌劇，不過客家話有客家話嘅美，它的美的地方。啊，不過也鋪台戲當中啊，買唱的那個歌仔戲用誒，會有生旦末晉丑。晉末丑。 晉末丑，對不對？像啲啊，兩集係阿粗豆，阿粗豆誒，阿粗豆誒，像家看啲阿蛋咧就蛋，係，哦，阿蛋係，啊，通常有乜嘅無腔樣嘛？有啊，像啲阿粗豆做安樣，行路都無腔樣，你看啲面色嘛呢？個轉身過來，你用皮亂。 我表妹啦，哎，啊，你還差不多啊？誒，當然啊，你會去看啦。哦，你去看啦。係。牛哥要轉身很難哦，轉身很難哦。轉身。轉身。哦。帶屁啊！沒關係，腦震盪哎，回去整容就好哎。這裡拍。哦，哎，冇一改啊，真係靠數你啊。係啊，所以數平常時就要用練，行路咧？行路做你要走路安樣，對嘛？跑。點啊？雙臂天一片學一個跑步啊，學一叫人點啊？講下學安尼嘅嘛嘅。 八婆走路，還有阿婆行路，哇，好難呢！還有啊，呀節奏啊，呀樂隊啊，有冇搭配得相當好？你看跳到哦，對啊，唔記得人哋哎呀，排誰是你啊？你好。
哎呀，辛苦了哈，加很冲那呢，头发改啊，辛苦了哈。哎，过年时间上都会看到很精彩的表现哦，哎我这一难得看到。真的很怕他失传啊。真的。对呀，看那一动有兴趣。客家戏冇都可能，好冇？继续保持下以后，按这些大家多多支持安尼3万元安尼普陀戏团，好冇？好，这些，多谢。谢谢。好嘞，沙下来了，看下一组的精彩表现，好嘞。相亲啊，拄郎啊，拄亲啊，咿呀咿拄哟哟，小小生你爱献钱。输掉瓜子铺皮哟，输金包来送情郎，相送有情歌，相送有情郎，拾到瓜子小草姑娘，思乡亲啊，拄郎啊，拄亲啊，咿呀咿拄哟哟，拾到瓜子小草姑娘。太子点门开，检查殿下来，不将全苦力，难敌四剑才，开店试试破，卖油香油火，客官唱此歌，引得太最好，怒干。小狗、花狗、你狗、牛狗、张兴。众位妹妹，今晡日是正月十头，太好今日去，因你乡下参加客家电视台的新春表演，应当会请大家试一杯好茶。姊姊说得有理，因你乡下讲茶来。哎呀，是香茶，是泡
天过年那风哪有有红包啊，有红包啊！哎呦，哎，林太啦，林太长有神医啊，林太长有神医，嘿嘿嘿。啊，安这些啊。祝大福哈嘎，天时还要那，数十天运从啊风哪有？祝福大家旺旺养存，财运亨通，万事兴隆，事乾事米，新年快乐！哇，有三毛，有三毛。好美哦！四大千椒都是椒字辈的。四大千椒。真给那样。哎，你要不要？你什么椒？肉椒。哦，肉椒哈。肉椒。你什么椒？肉椒。啊，肉椒。哦，唔捌个椒。蓝椒。燒椒。哦，燒椒。哦，啊，你捌個椒？發椒。哦，花椒。哦，發椒啦。啊，這一聽到按到椒都知嘅啦。一聽到椒一樣可以衝出一出戲來，好可愛啦。佢家調查棚嘅時節嘅木竹啊。好驚人啊！老哥，我當好奇有個問題，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佢哋。嘿嘿。視頻面面，你哋好講，你包括漢字係咪身高總沒超過160公分？對啊，你看曾子瑜那公交有沒有身高的限制？對，我那個手下先生嘛，做得你去讀啊。第一屆學姐。第一屆學姐。哎，挥手是汗，因为练功不能太高，重的哈。哎，练功都是小，你看那软骨功的啦，或什么的都是要 CC，还能钻到那个他们设定的箱子。所以像林姐，你身材这么的好，就没太高，对不对？懂落去脚都能对，像齐娜也，齐娜没中，衣服穿不下。我不是，我听成什么期待，期待不行。哎，刚头都表演也出戏啊哈，底部有几个动作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，像那个手指的那个动作啊。哦，兰花指那样。哎，你做得讲，做得讲的吼，是对那个前来吼，一摸一块是 P 啦吼，对那块是吼。简单嘅。用左手还是右手？兰花掌都可以。都可以吗？兰花掌。好，那呢？我们跑步或者是走路的时候。跑步哦。走路的时候会放在腰这边。放在腰啊，我找一下我的腰，哦，在这里。对，然后我们。哦，这个动作我常常看到啊，不是就是那个。我在公跳的。你想到哪里去？没有，我去看张学友演唱会，他都这样啊。很想和你一起吹吹一风的。哦，介伊可能有练那个，嘿。有哈。嘿，哦，客家歌仔戏。是客家戏曲学院出来的。哎，介伊懂有心哦。对吗？对啦，阿哥嘞。哦，你好。然后跑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放在旁边。腰观众们有好咖的哦哈。对。哦，给塑料按钮那个硬长长的。讲好，然后呢？然后这是兰花指。兰花指。哦。兰指。对，这样指出去。出去。这是一个要表示嘛个？爱来咧。你。哦。爱。二咧。二。啊，記。哦。啊愛。愛。啊。你。記。愛。你表演懂好呢啊！底部戲我就覺得我上輩子可能也是。真的。哎，做的嘞。還有對。重要嘅。表現一下。功夫，好嘛？客家那個耍花槍是不是？哎呦，真勁呢了。好。哦，你要教我這個是不是？
我要退后吗？干什么？跟你喜欢呢。哈，问啊！你跳对了。細時間要夠個也杯呢，唔一杯啊！來，哎呦，吃饱了坐一天嘛，運動一下來啦哈。謝謝你啊，好謝咯，也有骨木塞到伊哦。來，你記來，一基本，好誒。聲音哦。哎呦，要看下去，剛剛是錯誤的。哦，手啊，先生看。哦，姜還是老的辣。得快！小時候有練過，小時候也是客家戲曲學客曲。我小時候哈很喜歡那個楊麗發，想去學歌仔戲，結果我一去，我很喜歡小生啊，一的太高了。哦，跳高啦。真的跳高。所以美麗也是一種錯誤，身材好也是罪惡。下去。好。翻跟斗下去，對。哎呀，冇一改呢哈。哎，也冇簡單呢。哦，哎呀，嘉儀啊，有示範過嘞哈。還有乜嘅？還有冇？還有哈。還有啊。哎呀，嘉麗秋啊，先生要表演過誒。哦。好啦。原本呢非常歡喜哈，有請到人家就來到我哋節目當中，來同大家講下過年啊！多謝啦哈，明年再抽到嘅其他節目講下嚟嘅節目，來同大家講下過年好嘛？好，安子謝哈，謝謝。春天。相逢。百花開來滿天春，看花秋香一面容。你係用花當面講，答心朋友莫猜共。百花開來滿天春，看花秋香一面容。你係用花當面講，大心朋友莫猜共。你係用花當面講，大心朋友莫猜共。
厨夫啊一走，厨师啊一走，走走风霜，前妹來南洋。哎呀你浪幾啥麼？阿哥們妹，從此就安南風啦。要仔啲聽，我前馬前班走我哪喲？哎呦，我心肝妹呢？搖太點晒，面下面窗條啊那哎呦！哎呦，有讓望我哋接看看啦咧。三隻。廚師啊師姐，走紅床，前妹來南洋。哎呀你浪幾啥麼？阿哥我來門妹，條子就安南斯那。甜菜啲聽，我前馬前班走我哋哪喲？我心肝妹喂，咸菜點晒，是啊是足條啊哪喲？哦，我都簽到咧，哦哦，哦哦哦哦哦，哦哦哦哦哦，廚走，廚師啊溜走，走走風啊床，前妹來南洋。哎呀你浪幾啥麼？啊哥我來門阿妹，隨子就安南開那。通條坡的，開呀開班走我哋二麼？哎呦，落心肝妹那，嘅本見哪來？好話好天條話哪喲？哦哦哦哦哦，哦哦哦哦哦，哦哦哦哦哦，哦哦哦容易啊，容易啊，容易啊！哇，哎，今日开眼界，开眼界！可以对啊，看来你酒啊，身上冲乱壳呢。下波啊！今日要燒牙黑咖啡妹，但係可以見到出客家聲妹咧。對啊，雙福菜個第二擺睇佢年紀可能國語老師唱，哎你哋廚藝這位傳統嘅。真年代概念嘅，真然我一擺。台灣入今日特別節目哈，周家老師幫我當深刻的印象。他對一個演藝事業生涯的敬業哈，讓人真的老師一個深深的鞠躬。是。一上台就會專業唄哈，鬼盤你是掉出來。拜託，60年的功夫嚟。我講出眼眼鏡。你基本都有60歲以上是傳過唔知係幹嘛嘅？忙到啊！茶量細添。今日種曲啊，啲冇唱加下幾兩嘅唱嘅，少女少婦配啊！冇啦，我係學姐，學姐，學妹啊，什麼？你學妹啊？學妹啊？對啊。她學妹，哎呀，乜嘅學姐學妹？人家唱嗰個係本來係好老嘅嗰啲歌戲嘛。係，佢本來係個做歌仔戲當中嘅曲調，重演了，有改編咧。啊，改編就是溫馨可愛的如紅妝，誰最是個最呀淡薄啊爽，哎呀，聽嚟都喎，
无想到做改编要客家要意有米土啊，但是人家都笑了，拖咧龙。英國咧唔是有嘅好有鬧人，你太高人嚟啦，什麼嚟？我一百群到線上見哦。見我嘛，見我。係都已經看到見我，你係歌曲也係你老師改編的啦。羅國立老師改編啦。那黃連玉老師改編。其實你係客家小調對唱。對呀，屬於有點的 rock 的味道。你叫什麼？是半模呀？唔係廚藝者，是啊，有名的南謠歌的。哦，南謠歌。所以冇見南謠。梗有那麼多暗處。依家南還是有小個腳呀，佢拉車我咧。越來，看到有搖身啊！走啊一走，走啊一走。會死嘛？抓你唔會死神啊！好開心呢，真的太過年看到好嘅表演。真的，過年真看得到安尼改編的歌曲啊。咁我平常時冇按點，過年才會點。係咧，你用啥點啊？而家平常時你出來時常要點啊。好啦，我哋精彩嘅歌唱，哦，我哋看下一團嘅表演，好唔好？係啊，看精彩表演，嚟。Oh my god！ 哇，很厲害啊！哇，唔驚跌倒啊！平衡感相當的好啊！我以前上節目的時候哈，也有練過彩球。好，講吉祥話，要講吉祥話了。你要講吉祥話，吉祥話，吉祥話。！Oh my god！ 哇，很厲害啊！哇，唔驚跌倒啊！平衡感相當的好啊！恭喜！哦，啊！跳繩。踢球已經冇咁簡單咧，跳繩嘛。好啊！好！幹什麼？唱起來啦！嚇我一跳，我還以為他們要相親相愛。火桌子嗎？來，釣一隻。哎呦，都大麻將，過年啦，都是大麻將哎。多一層。真的。小心啊！多一百。这个手臂相当的有力。做乜嘅？哇，有咩冇人改哦？切菜係切菜。是嗎？蹺蹺板哦。蹺蹺板哦。滑板。天哪！哎，對啊。有。是不是？有。他的鞋子是現在美國最流行的哦。
真是的，稀客啊！哇，越来越深呢。刚有办法，天哪！哇！哦，过来过来过来！耶，掌声鼓励，太棒了！再来两掌。交叉，天哪天哪天哪！哇！哎呦呦！你看那个团长好像自己都吓到了。啊！这个更不容易喽，要我办呢？你们给这个小圈圈堵红啊！哎呀，看这，要我办呢？一定要平衡感，要完全平衡感。还有整个果凸。哎，小心！哎呦！哇，那么小，他要套身体吗？哦，没有啊。那这个可不可以套身体啊？穿过去？哦，不行啊。我崇拜啦。我崇拜的。哦。哦。哇！还有啊！步步高升吗？哦，踢破落咯，踢破落咯。哇！哦，小。哦！要掌声呐！啊！哇，已經無簡單的平衡嘅，也行嘅。還要超級嗎？哇！耶！站好。哦，有種嘅醒獅團有冇？最後表演。龍騰啊，龍騰啊！哦，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！恭喜啊，恭喜！太厉害了吧！哎呀 ，CP 好，CP 好，哎呀，太感，恭喜啊，恭喜！来，恭喜恭喜！来，谁要讲话来？也团长哈，团长，同乡，
同乡，啊苗栗人，苗栗大鹏过年当中的油枪都人家都来啊，係啊，係咪？過年就會安排百貨公司表演。哦，去百貨公司表演，唔該，佢冇去百貨公司表演，來安日表演對嘛？係啊，真係。講到了大苗栗哦，其實我頭哥細細未上來，我細細國小嘅時間，人係講成學武術啦。哦，武術咯，武術加你練乜嘅武？截拳嘅，我家看人哋啲教。練客家拳。客家拳。乜叫做客家拳？客家要乜嘅拳哦？南拳。哦，南拳拔腿。係，呢係南拳。南拳。廣東來嘅。哦，係要打客家史。哦。係，佢哋都全部要學。我今日全部要學，係啊。係要傳俾佢哋。我要全部嘅。什麼要學冇？要啊。咩要學？要啊，客家拳哦，可以做得示範一兩拳，我哋看下是啦。客家南拳。有聲音呢。有哈，條到吼一粒太 Q 出蟲嘅時節吼。哎呦，我媽可能捏得一身冷汗呢，請講一下來呢。唔係，家下夾嘅幾下層嘅疊疊樂嘅，幾張突然間，叫練一久嘅啊。一程差唔多半年。半年。一程半年。上要平穩咗一年。哦。一年然後當嗰啲東西。要加差唔多5張嘢到6張嘢時。佢哋練到5張。加幾3張天天，要練到5張。我練到5張咯。當嗰啲伙伴。安尼都發揚安尼文化嘛，有咩中黨好嘅文化。唔加講嘛，橋嘅啊。電台橋嘅啊。電台橋嘅啊。係啊。哦，佢唔想學嘅啊。想試試看嗎？你想說這個小妹妹？我穿高跟鞋。你可以把鞋子脫掉啊。可以嗎？可以啊。做對啦，歡迎啊。再幫我拿麥克，那換你當，來。好，來，我幫你拿麥克。扶着要扶着哦。對。我們先好，腳先剎車。哇！然後呢？然後要走啊，你要走動啊。走。要走動啊。我。推他。Oh no！ 哎呀！你在復健了，去哪裡？你在復健嗎？回來！可以剪成預告嗎？哎呦！欲罷不能。哇，你剛好這樣可以去健身房做健身那個軟球，好像瑜伽哦。你說瑜伽球那個嗎？很棒。不是啊，我現在張太開的又跑不起來了，怎麼辦？哎，太搞好，十全十美哦，給我眼風啊，給我眼航太暈啊，哎，這個，拉我一下。你這個動作不好看。我以前上節目的時候哈，也是過年特別節目，他們有安排我去那個客家戲曲學院，也有練過彩球。有啊，我想看，應該練得不錯吧？但是30年前了，示範啊！那30年後應該應該不會了，沒有了，從來沒踩過了。要不要試看看？試看看。我還真的還蠻懷念的，有練過嘅人，那這個爽，這個爽。佢咪係嚟練這個爽啊？這個爽啊！好，梗係這個爽。冇，做唔到。佢做得冇。嗌間拿麥克風冇，行哦。好，不用停。不用停。好，講吉祥話，要講吉祥話了。你要講吉祥話，步步高升。講吉祥話嘍。員外，我們不是。瑜伽球好舒服。我們不是剛剛那個布袋戲那個躺椅的，好不好？現在已經來到第3趴了。他個叫人敞開。
哎，真的以前有练过了，很难呢。还可以用是练5日天天做上节目表演。哇！哎，有行吉谱的。有啦，有练过看出底的。但是冇按改啦。好啦，因为大王公演真的真的有奖到人家得了啊！谢谢啦，有个机会来了，天拜来了客家天。哦，以後我多有獎日都來，好冇？好啊。家來啊，到苗栗表演哦。謝謝啊。大年過年都來啦，啊！好啦，謝謝，祝福大家。青夜公车，沙路充满寒。相爱结伴送夜花，孤阳盼起家。错地作前非思量，相共心都发。满腹情意随心下，哎呦爱基本满。发发开春天多，명인电影痴情妙。上多你嘅甜笑容，就发上对你讲。你讲来，像你堂相识，放分爱强艳阳，两人天数老永永。再过来啊！哎哦！嘿，三个一从真落跳，欢欢喜哦。搬运将来上了了。客家文化传千里，又叫口舌八条，感觉系当神奇，三个比真嘅当相依哦。啊啊啊！嘿嘿嘿，嘿嘿嘿，八比波，三个一从真落跳，欢欢喜哦。搬运将来上了了，客家文化传千里，客家文化传千里。多拜，当作莫属事，实在不应该。爱爱你在心头，
出来，唔敢问伊知。上款的，伊上款的，爱对你样般关心。命的心意，爱也唔系全部无了解。哎呦，谁啊妹的，将伊分爱爱。谁啊讲认真激动拍摄？有你在身边，爱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。爱有影的爱，爱一生都沉醉在爱的世界。有你在身边，爱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。爱有影的爱，爱一生都沉醉在爱的世界。哇，怎么样？这段用吧，赚了。我们都要点不按的冲。懂说谈演唱啊？演唱。啊！不然以后谈。对啊。见面几落摆，当作无熟悉，实在不应该。爱爱在心头，唔敢讲出来，唔敢。冲下嘅呀，冲下。上款呢？上款的，唔上款的，爱对你样般关心。你的心，爱也唔系全部无了解。这个副歌认真哦，对唱哦。谁话说相同爱爱？恰恰。谁啊讲认真激动拍摄？有你在身边，爱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。讲菜。爱有影的爱，爱一生都沉醉在爱的世界。有你在身边，爱的心就充满了爱的光彩。讲菜。爱有影的爱，爱一生都沉醉在爱的世界。最重要，合音来了。哇，要吞转的呀，太弱呀！大结局了呀！喊货，客家果子蛮严烦哎。哎呀，蛮严烦的，可以爆料一下。哎，公众演员呐，哈。公众演员是吗？公众演员制作人，嘿，制作人，这种严烦的，我加薪电子呢。这种演出动多人嘛。下出来，无面动啊，你去干老很唔烦的哦。哦，我冇烦，你天难的啦。唔特別，你之前有辦過乜嘅？動到啊！愛人啊，讓人與你共情吧。愛嘅真心，愛嘅真意，每日更要看到我。愛人啊，風雨雨太都唔驚，可以聽你全部靠。唔會自己想來想去，想來想去，愛對你想來想去，想來想去，按多年愛嘅失望。可以啦哦。哇，哎，哦，動出，你看後堂嘅音樂，誒冇相當套用安尼客家嘅語言以後，咩動後堂啊？係啊，全部一個主曲經典老歌對唔對？我哋睇個草嘅體驗，種同樂會用人點哦，睇個糖啊，哦，咁啉酒醉忙的。還有講小倉藝術，小倉乜嘅講？偏偏羅咧，羅
落嘞，落嘞。你某呆，哎，可以代言哦，机器也可以代言哦。来，明年再来这首加油我就可以了哦。真的好。对，不过四位真的是俺的客家界一个杰出的音乐人。因为最多员工应该给他们独唱才对，啊，那一起合唱真的排泄啊哈。有啦，这个有啊，前菜而已啦。对，前菜啊。对，所以后面还有啊，后面3个小时都我们4个人。对。好 ，OK， 真的。演冲突安尼啦，还有关系这样子。对啊，那我们就先前菜，等一下后面再好好来表现一下。好，来，阿德坤，下一组精彩表演来。哇，这个是分割术吗？是不是？切一切，就是要把美女分割掉的，头跟脚，把最好的部分留下来。不是。这个助理。有人在里面呢。是。哎，那一根棍子要干嘛？不会要戳进去吧？耍花枪啊！耍花枪啊！哎，他也是戏曲学院的吗？哎，哇哦！惨叫了！怎么有可能？魔术师，你自己要进去吗？不是，剩下手是不是？拜托。哇哦，滚用版。哎呦，真的就出来。唔驚嘅咧。哎，對咧調整啊。阿燕咧。來伊咧。人咧？燕啊，燕在我那伊啊。伊對咧調整啊。哇哦！我嚟波見。完了，人不見了，消失。你那邊這位小強老師嗰邊嚟？點啊？我。阿燕咧？阿鳳鳳下。啊，對佢咬下啊！佢咬下。我先要可以叫我下，諗住被金川大哥躲起來。哦，諗住拉出來咧。
nhìn哦。哦。真的呢，哇，魔术真的是对。等下又出来了，奇怪。很紧张哦。可能有练过瑜伽的款。这这很熊的，你厉害，你们空到那里了。冰嘛，无冰，你有冰。哦。哇，施魔法。魔诶，喊呢？哇！见证奇迹的时候就是在这时候啦。有练过缩骨功哎。哎呦。哇！江海江。老师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好。我们这还有，这等一下要用的是不是？那这个呢？推走吗？对对，这先推走。八变不见。看一下机关在哪里，那么小嘞。海军姐要不要进去？好啊。你们是多小？可以耶。吃脱了，吃脱了。没办法。海军做的嘛，海军专业的才可以。要专业的啊。要有练过的啦。哇，过年 TV 节目上，早几年的忙是讲过魔术的表演啊。哎呀，今日阿杜吼，有请到阿客家嘅安尼魔术。魔术师，自我介绍一下，顺便祝福大家一下。各位乡亲大家好，系起书时。起书时。魔术客家话叫对，魔术的客家话叫起书。起书哦，起书时。哦，专门讲魔术时。魔人嚟讲。魔术。起书。哎，咩系做结鬼嘅？哦，你系做结鬼嘅？你啊结鬼系？结鬼唔做嘅。有冇扮结鬼？哎呀，结鬼。曹本英。结鬼，大家会编出人来嘛？神明三山国王。哎呦，三山国王绝对是客家人的神。这组团是为了今天。这个在台湾从来没有发表过，这是。对，这个是今天道具也特别做的。对，T100哦。 T100。初めて。制作单位是给你多少钱啊？大概50万。哎呦，这个重金礼聘太飞了，客家人。其他不够的要自己贴。对。哎，他们接下来还要跟我们来更厉害的互动，嘿，他跟我来个预言。还要预言。这边呢有一个信封。是。信封里面呢，有我的第一个预言，是，第一预言，阿牛哥，是，请问你，你最喜欢的明星或者是艺人或社会人士，黑马银，明星，朱海军，就是名人就对了，对，名人，娄盈盈，张忠谋，可以。相不相信？这里面拿出来就是张忠？怎么可能？冇可能呐！不可能呐！除非他们作弊。哎呀，真的假的 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张忠谋小时候。排谁？爱兄，我很想骂人。你要来真的预言，你不要还真的预言啊！如果你说 Beyonce， 没走的。Beyonce， 没两。张忠谋小时。然后这个是张忠谋的。没两矮。我现在养个自画像。哦。不用，可不可以？对嘞。去两位。阿牛哥。我拿着。你拿的。拿的。我冇看。好。海军姐是海军妹，都可以。好，麻烦你随便拿一支笔起来。好嘞吗？好嘞。俩支画袜子。画袜子。画袜子。画在哪里？用色发用笔发个。所以人家做大方帮那样画袜子，好了袜子。土蛮吗？土蛮哦，我土懂旧呢。要小双一点。哎呀，冇记住。做嚟咪看一点嘛。3號嚟。好，海旗，俩旗啊，发领带。內褲帶。
唔做冇看哦。好，眼冇看，眼冇看，眼看兩位，眼冇看高位。看兩位，看兩位好咧，看兩位好咧，看兩位，看兩位，講嚟啦。好，上來，下一個。現在煮菜啊，好嚟。馬來。放來。好嘛？好嘞。兩支啊。畫，嚟上看看嗬，畫褲。哦。啊，今日你冇做夫啦。你這大姑，來，好。好，可以來。好嘛？好，下一個啊，嗌頓巴。好，再來。下一個。我幫來。好嘞。下一個我幫來。背心。背心。哦，叫吊帶。夾咩？背心唔係吊帶哦。吊帶攞背心。背心。背心。好。這個深度不是我要的深度。好嗎？那你講你第嗌頓巴啊，殺下你再煮。好嘞，再給。好，來，最後一支畫吊帶。好。這到底是什麼搭色啊？對啊，要語言嘛，該喏。好嗎？還唔簽啦，哎，那凍結呢？好嘞。好嘞哈，好來，好嘞，哎呦，來，倆，不用兩位，好，冇關係，來，兩位有張信封，錯，李貝圖，嘿，有一張支票。唔係支票，跟這張一模一樣的話，正經假誒，正經誒，顏色一模一樣，一模一樣，用喺天王中央，係，比加咱哋隨時喺佢厝，係，啊，叫小夾嘅意念厝嘅色，啊呀，團嘢都往我中央色，中央，來，冇可能吧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定係5分鐘，冇啊，我哋一個重度拉嚟哦。哎呦！還要比分比我更早，破綻！耶！等下。忙，等下，拿點，根本唔上不台黑。啊？什麼？來，我幫你來。真係假的啦？該不會脫掉就是了？睇出黑哦。真的哎。唔會吧？豐富。佢唔是咧，富唔是啦，富啱頭啦。啱我一台。短褲。哎，你這樣很滑稽耶。哎，襪子。罵嘞，冇強用。罵嘞，冇強用啦。哎，罵嘞，襪子。襪子也有。有點味道。怎麼弄的啊？這個魔術真的是哦，太絕了！我這樣穿了一天，非常的熱。這個不能打破它。哇，這真的是繼續留一種神秘感。哇，我相信啊，那觀眾朋友真的，哇，今天一飽眼福，一飽眼福。謝謝。窮人嘛，包含那看特別哦呀，當做視頻嘛，沒有編魔術，哎，我還真的沒有看過這個。真的劉哥，哇，哎，謝謝。有機會再來我們節目，好不好？謝謝晴晴啊，謝謝。好，新年快樂。日頭哥，新年快樂！新年快樂！哎呀，過年啊，要乜個計劃上去哪了啊？哎呦，
個台灣嘅風景區啊，好人山人海，萬愛見色差，食到安氣去啦。唔當地要靠好好嚟想嗬，工人啊，讓係餐前啲空調開呀。跟住度叫啊！哎呀，度叫我都唔好嘅啊！見到做乜嘅？哈，咩？我想嗬，我想喺後生嘅時節，過年啊，就會湊幾個朋友啊，後來啲個大事啊，做台面嘅，做孫後啊，大家大夫哦去拜年，穿紅包就當好穿咧，嗰種係想嗬。唔是想啊，拜託，既然識得按路嘅，啲腰骨啊冇散到嘅哈，一種錢穿唔來。哎呀，佢就嚟較強壯嘅呀，哎你哦。前陣猥瑣，他當年嘅猥瑣，兩人企到街後，就嚟得罪工人講呀，撂地說相聲，等於拿紅包入來。歹勢嗬，哎呀慘嘅啊，無限叱咤。迄講真嘅，按照死愛錢嗬，冇相干，你就來做下嘅處理，然後係算錢，嗬，數地位錢，我就打地位工錢本。啊，跟做馬睇條路啦。哦，我知咧，嘿。迄大師做哦，度假啊，係啊，嗰是冇不一樣嘅哈。用要講到度假，我迄老年下春聯賺錢。拜託啊，兩物嘅時代咧，還有物嘅下春聯。再講啦，春聯你曉下係。雖然講也係科技時代啊，不過人客家人啊，真傳統，好愛用書寫嘅春聯。古所講嘅春聯都要客家種，買到是欠貨。拜託啊！今日按多年哦，按安本偏多誒。我諗講哦，嗰時唔係講乜嘅諷刺啊、胡詩啊，徛起筆啊，像掃把一樣嘅掃啊，就攞寫春聯呢。講緊乜嘅話啊？係寫春聯嘅專家呢？專家？真嘅啊！哦，竟然哦，大啲嚟哦。唔是講，專家係啲專門上家盤下家啦，哎呦，寫乜嘅春聯？哎呀，我冇意思啦。我講啦，你寫春聯啊，唔是講係咩啲雙聯嗬，就乜嘅天真歲月人真書，下聯係，希望春滿乾坤福滿門。我等幾多隻個啊？春滿乾坤福滿門，狼皮萬福臨門。冇嘢。我今要按摩水準，唱技啊就目光如豆，看人無啦。拜託，我嘅春聯因為會縫，就係因為我喺批行各行工業來寫，唔知用一搭，大家就哋講，哎呦，一家人係做乜嘅嘅？有樣真好講。真嘅，大家嗬，丟點錢來，求我老佢寫，佢冬節寫到也行到寫哦，幾年咧冇歇困嘅啦。哎呦，嗰種人講嘅，越講這錢好啲。我同講過2年，我就過生日。你講真件有生日我送嚟電路嘅話嗬，拜託唔好亂送嚇，你就送嘅數鈔機。算錢機？因為呀下嗬，當你算錢算到數啊，強強會救緊呐。好啦，唔知幾難聽。真件啊！今日就來上到一種嘅狀況。靠我。上狀況哦，困樣嚟先。冇問題，唔靠。個朋友啊，叫爛呢。好度叫。係啦，日日偷田啊，度叫。要10度9暑。冇俾佢加過錢嘅人哦，學唔上啦。係啊，一個人都係艱苦啊，你乜嚟拖錢啊？你要發圖寫一副春聯搭到門口。個債主一看哦，刺痛唔可以上門去討債。我啲，去年下當多，我受到韓國。拜託啊！韓國冇漢事啊。講出嚟，日本。要樣啊！真件，主要3債啊咩，xong冇？好，來，雙連就欠錢無還，因為窮。梗當然啦，有錢嘛要欠你錢咯。做得哈，冇，下啲。苦相逼年難過。公然本然討債啊，我衰呢。冇。黃皮，年過再講。真。講來講去哦，就係肚皮嘅3債啦，係哦。咩？
一老古人讲的呀，今年係講唔好過，明年就三忙做。哎呀，莫上忙度嘿。你嗌做得哈？哎，做得。哦，我睇我出解題哦，俩題你寫出來吼，該真嘅就打錢哦。哎呦，隨來隨到阿媽打工客。好啦，我依個阿姨呀，帶到個上房廟順，吹歌哦。帶到上房廟順，一老年啦，用我吹歌呢。哎，老唔講，阿姨呀，老家妹呀，搭走順咧開門一出門啦，樣誒，個路順啊就當到死了啲。有乜個意思？哦，好嘛，家私哦，好嘛，去的是。嘿呐，哎呦，原來嘅上房廟也有風花旗哦。哎呀，見財哥誒，見財哥。你下一副春聯，踏到門口，就表示啊，佢係正當嘅任務卡。哦，愛啲。有冇？有冇？就咁有乜嘅問題？談好來哈。哦，雙聯。水眼帶到研發流芳。哎呦，交接環境。哦，下啲。愛玩係善良人家。表明嘅身份。做得好。站好，水哈。站，嚟，兩邊。錢多沒做得。錢多也過頭，錢多你去啦。冇啦，我弄關係哎，跟阿姨咧。果然就講笑咩？冇見啊，冇見直接，下波又係動精彩嘅節目，你要夾下台啦，車少年。錢多也做得，咩？哦，唐產。祝福大家狗年好運旺旺來，太年生日都。喂，好，我哋用啥祝福大家都新嘅一年，新年快樂！哇，呀，兩位真係客家嘅國寶啊！冇啦，客寶嘿，對啊，那個客家語言那個透體嘅藝術文化真的是了若指掌。是粉咩？但是講真呢，對客家語言的藝術啊，我也有小過研究啊。真的假呀？那不比小題的。太陽用喺靠記，你用最簡單的，人家講係對春聯，你就用下春聯。哎，就一隻詩較簡單的，我一下主持人啊，每一下就寫就繞口也沒排泄。我一下差不多你用啥主持咩唔好？先靠一隻詩，對隻詩你就對隻詩嘛。愛對田。哎，嗰啲簡單啊，愛對天啊，有做得咯，愛對熱，愛就對熱，面講面的面，對吧？做得。我愛兩片。馬靠人嚟啊！愛靠人嗬，愛出風。對好了。唔出風嘅咩？係啊，有風啊嗬，愛就對意。哦，風意做得，係有。愛出爽，你出爽哦，懂那麼攞血。做得吧。兩個唔是難聽，佢一隻詩很簡單，生下來要靠真嘅是專業的，規矩嘅。乜嘅啊？冇中難啦，唔可以規矩嘅啦。冇啦，錢唔是都唔怕。我很簡單，你係先靠牛哥好咧，老公釣魚嘅唔多，乖鼻頭。老公釣魚唔多，乖鼻頭。你就往那個很會怪人家的那個方向去想，那你起碼乖你。加油！在你的 partner 裡面。啊？開卷，我是唔出乖偏手。拜託，看有水準些。我們兩個是同一國的哦。我一個節目反嚴重，吃虧是。因我是唔出乖偏手。要不靠開卷嚟啦。冇啦，講起嚟唔咩嚇？冇，講起嚟。開卷。係要啊。係要。準。風法唔響，香法唔逢，玫瑰花又香又逢。哦，有難哦。唔跳到對眼啦吼，講眼吼。我假使多看到你眼怕呢咩？要要作暗房。禮尚往來。見到係努力啲哦。好錢啦。是用啊現掉誒。
香屁唔出，出屁唔香。俺又讲嘅批论又粗又香，再三鼓励。又粗又香啊，你知道啊？哎，香屁的唔粗的，你来讲嘛。乜嘅？牙粗又粗又香啊！好啦，又粗又香。我讲清风啊，我知道我用啥对的吼，安样当有尘土哦，不用啥对都安样。哦，乜嘅啊？你都水准这种带安样天天上班。拜托，俺们的业余的马唔会踩。再来一条还有尘土。对啊对，你那个批了，你那个死讲，对，牛哥不行。十番蹦天士，你嘛，哎呀，十番蹦批论。再来一题哈，我们加油。有 sense 的，有 sense 的。等等哈，呀，田宫，果瓜田大，像一条菜柳。哦，也靠哪呀？靠哪？田宫，瓜田田当像一条菜柳。哎呦，可真强哦！哎，那个彩虹，哎，漂亮。田宫还是会想到哪个？菜虾嘛，哦，彩霞，晚霞，都有意境呢。哎，虾，秋夏啊，秋夏，行戏愈来，像一只无解马。喂，哎，讲人无人听呢，无人听呢哦，秋夏先生。讲人听得变变。不啦，呢個秋夏真見動搖財吧你。啊，你就可以啦。咁我以為做得，我存位叫。係啊，就秋夏，誒，秋夏過年一流，人將又有財發。哎呀，有水準。講嘅法董事菜。哎，講到也幾好，我想到一張人呢，坐喺啲嘅。哦，佢會空講小鏘鏘哦。太公人吼，我有一支對聯送本，很好嚟哦哈。認真堂和你講北佢咧，小強，彈琴彈到跳那麼得槍槍。嘅小強嘅狂強當跌槍槍。見得差唔多嘅。而家差唔多呀。對，我有遺傳。哦。我有遺傳。爸爸冇來就兒子帶過。真的，小強問。哦，有。呀，我有。你完蛋了。這是什麼？准你來。哎，我的大字報呢？沒有大字報。我都自己想的嘞。剛剛他們都有大字報，我們沒有。我們沒有。青菜講，係都冇看大字報啦。係啊，中爽啊你啊！我都講這個香的，你嘛。那就有大字報。你認不認輸？認不認我們的才華？好了，你們趕快把這一段訪問完。哎呦，其實對聯這個就是文字啊，董神奇。對他，人家說他看着是一本書，提起來就是一個立體的語言，因為我就做得像董神奇。真的，兩位真有很強的呀，沒啦，藝術的，講真，愛的那一番吧。好了，我們應小強要求，我們這一段趕快結束啊。好不好？直接大家兩位啊。哎呦，6點半怎麼時間真係很長對吧？哎呀，俾他笑一下對不對？我相信可以再做2點半鐘冇？哎，觀眾朋友，我看嘛，排聲我都冇見飛啊！出錢，就講咩？這個呀，我個按精彩的節目，有變魔術，又有特技表演，還有仙女哈，仙女下凡哎呀，布袋戲都來。還有哦，提泰國人的世界、泰團人的世界，可以看到我們客家嘅大明星，大明星，每一天表演的動靜菜，全部都是經典。對，係啊。相信我哋嘅觀眾朋友啊，今日一天可以好過年嘅。好過年，哎，大家也有實報啦哈，有實同報哦，看實情報應該會記啦哈。哎呦，實情報啦。最罕見佢是都見到親報嘅。壓咗冇必須睇咧。哎呦，你後邊都冇識動詞。哎呦，所以大家一開頭有講過啊，做嚟客家電視台上過年特別節目，所以他講明年
明年一天数天安尼客家 CH 啊，channel 17台，channel 17台，channel 17台客家天使台，咱们看到咧客家天使台过年的特别节目，啊，也希望祝大家吼，明年只有一个快乐的台湾年，安尼好不好？自跑的永连天，突然一个新年，拜天公又拜老祖先，大家庆团圆，锣鼓声真闹年，从山沟来拜年，大七八还有做半年，太快又太赚钱。恭喜恭喜恭喜你，呀呀恭喜呀嘿！祝福你每年笑连连，富贵呀乐无边。恭喜恭喜恭喜你，呀呀恭喜呀嘿！祝福你平安鼠年长，欢喜台湾年，欢喜客家年。2018新